上帝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院宇住1日，胜似在别处住1000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今嘛咱阿头来祈祷，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亲近你，恳求你这个时候也来亲近我们。现在我们真心诚意的来到你的宝座前，要来敬拜赞美你，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有、统管一切的神。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愿将认识你、尊崇你、敬爱你、服侍你，成为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事。求你洁净我们的罪污，求你做我们生命的主，按你的心意改变我们。求你加添力量，使我们能爱人如己。恳求圣灵此时此刻充满我们，使我们成为恩典与真理的器皿。求你使用我们，能够带领他人来跟从你。这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阿们。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圣哉万军之耶和华》。我们要连续唱3次。第1次我们齐唱，第2次前半段姐妹唱，后半段弟兄唱，然后第3次我们在一起齐唱。来，我们大声的唱《圣哉万军之耶和华》。来，圣哉，圣哉，圣哉，万军耶和华。圣哉，圣哉，圣哉，万军耶和华。全地都充满他的荣耀，全地都充满他的荣耀，全地都充满他的荣耀，万军耶和华。来，请姐妹，圣哉，圣哉，圣哉，万军耶和华。圣哉，圣哉，圣哉，万军耶和华。来，弟兄。全地都充满他的荣耀，全地都充满他的荣耀，全地都充满他的荣耀，万军耶和华。来，我们用心大声的唱。圣哉，圣哉，圣哉，万军耶和华。圣哉，圣哉，圣哉，万军耶和华。全地都充满他的荣耀，全地都充满他的荣耀，全地都充满他的荣耀，万军耶和华。咱有缘徛伫，咱即马要来读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用。弟兄姐妹，我们仍然站立，我们要以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荣耀颂。但愿荣耀
弟兄姐妹请坐。我们现在要来起应今天的经文，记载在诗篇第29篇1到11节。诗篇29篇第1节到第11节，由四会来起，弟兄姐妹来应最后的那句，我们一起来合。请看那个墙上的投影片，你们就可以知道哪个地方是起，哪个地方是应。诗篇29篇1到11节，上帝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上帝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碎利巴嫩的香柏树，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使黎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耶和华震动加底斯的旷野，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树木也脱落净光。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咱今嘛当心来祈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为我们的世界、为着我们的国家、为着我们的人民来祷告。主啊，我们为南美洲国家阿根廷，愿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入他们的生活与文化当中，国家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信仰来祷告。我们为台湾卫理公会南教区永康卫理堂石振瑜牧师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祷告。我们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的官员祷告，恳求主赐智慧与能力给执政掌权者，赐福给台湾的人民。我们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能够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以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来祷告。我们为台湾第一线防疫工作的医护人员、军警人员来祷告，愿主赐给他们平安，工作顺利。以上都是奉我主耶稣之名的祷告，阿们。我们一起同诵主祷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们请蔡家清弟兄来为我们诵读今天的圣经经课。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经课是在以赛亚书43章1到7节，在新标点和合本是在791页。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3章1到7节。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创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荡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你在你的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时和西巴代替你。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
又从西方招聚你。我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就是凡称我为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第二处经课是在路加福音第3章15到17节，21到22节。在新约圣经65页，路加福音第3章15到17节至21到22节。15节起，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是基督或者约翰是基督。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火机，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21节，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如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以上是神的话。现在要读经《使徒行传》第8章14到17节。咱今仔日是国语堂甲台语堂咱共同的聚会，所以即马读经呢，我会先念国语，再搁念台语。《使徒行传》8章14到17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2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在耶路撒冷的使徒听见撒玛利亚已经接纳上帝的道理，就替彼得、约翰去因遐，因已经落去，就替因祈祷，互因受圣神，因为圣神还未临到因一人，因有受洗礼，归伫主耶稣的名那定。对安尼，甲因判手，因就受圣神。这样听得懂吧？好，我们将时间我们将时间呢交给我们的诗班。我们诗班呢要来唱首非常好的诗歌，叫做《越侍奉越甘甜》。愿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
现在我们请本堂的蔡牧师来为我们讲道。咱将时间来交予蔡牧师，要来替咱来进道。题目是灵喜，灵喜。弟兄姐妹平安，各位兄弟姐妹平安。愿上帝祝福咱大家，互咱会当伫遮，咱来国语堂、甲台语堂伫遮做伙来做礼拜。我们很难得可以让国语堂跟台语堂的弟兄姐妹可以有机会在一起做礼拜，可以有机会在一起聚会跟服事。因为我们的时间是错开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不太认识台语堂的弟兄姐妹，台语堂的弟兄姐妹也可能很少注意到，原来国语堂的弟兄姐妹他是国语堂的弟兄姐妹。所以如果假设你身边有其他的我们的时段的这个聚会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就彼此跟对方握个手一下，跟你左右两边的人打个招呼一下。也许你可能没有见过他让我们可以有机会跟我们的国语堂跟台语堂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打个招呼。不一定要握手拱手就可以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在防疫的期间。但是知道他是我们的台语堂的弟兄姐妹，他是国语堂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可以彼此来相听，彼此来看见，彼此咱来伫上帝的殿的内面，咱彼此伫遮甲上帝、甲咱的兄弟姊妹三个伫遮来聚会，愿上帝来祝福咱。我们今天早上的诗班唱这首歌很美，这首歌叫《越侍奉越甘甜》。但是我相信很多服侍的人的感受并不是这样，越服侍越愁苦，越服侍越重担，越服侍压力越大。在圣经里面有2个女人，这2个女人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而且听过她们2个人的名字，一个叫做马大，一个叫做玛利亚。当然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做玛利亚，每天都坐在礼拜堂里面不动，不是这样。但是你会发现有这2个人的一个服侍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专注在上帝的喜悦，一个是注意到人看我怎么样。所以如果你的服侍是希望得到人的肯定、赞美或是称赞的话，你很容易就会失焦了。所以马大不是服侍的不好，而是他的眼光失焦了，以至于他觉得压力很大，以至于他觉得服侍很重，所以他就问耶稣说，能不能叫我的妹妹来帮忙我？你看他都坐在那边，他都不帮忙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把焦点转回到上帝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让这样的一个失焦的状态变成是一个常态。所以圣经里面耶稣曾经讲过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必使你得着安息。这一段话不是只有指着对所有世上的人说的，也是对所有服侍的人说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服侍的当中劳苦担重担的时候，你要回到耶稣的里面来。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得安息。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里面。如果当你服侍很疲累的时候，希望能够重新得力，得回那个甘甜的状态，把我们的眼光从人的欣赏转到神的欣赏里面。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去求的，我们没有办法让所有的人都欣赏跟喜欢我们，但是我们只要求一位的喜欢就好，求上帝的喜欢就好。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跟故事，只是一个笑话，不是真的但是这样不要介意，因为现在冬天到了，所以各位知道，其实现在经济状况各方面不景气，所以这个街友还有很多一些人失业状况很多的。那有一个人他就他在路上走的时候，他就碰到了一个街友，然后这个街友就跟他讲说，这位好心的先生，如果可以的话，请你给我一点钱因为他说我已经不知道上一餐吃饱是什么样的感觉了。然后这个先生呢，他就过去就想说，这个人真是可怜，我需要安慰他一下。他就去拍拍这个街友的肩膀，他说，没问题的，我相信有一天你会想起来的。听得懂意思吗？他说我已经忘记我上一餐到底什么时候有吃饱。他说没关系，你一定会想起来的有时候我们给人家的帮助可能只是言语上的、舌头上的，但是我们求上帝给我们能够成为进入真实的里面，给人的帮助不是只有嘴巴里面的，而是能够真实的给予别人。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我们一起来祷告，用这个祷文一起念。今天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
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用这样的祷文，让我们专注在我们的读经的上面，求上帝的话亲自对我们说话，好让我们能够把眼目专注在神的话语上面。因为现在有太多东西会抢走我们的眼光，有太多东西会抢走我们的眼目，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专注在神的话语上。最近我有看到有一张图，让我觉得有点会心一笑。各位知道有一个东西叫做画饼充饥，知道吗？这个真的就是有点像画饼充饥。他说月底到了，省一点，所以一碗白饭，然后上面画一个鸡腿，好像认为这样满足自己在这个想象上面，我好像有吃到鸡腿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谨慎跟小心，是有时候我们的信仰会变成这样。我们常常讲说宣告啊，信心的宣告，上帝帮助我，让我可以怎么样？有时候我们的宣告只是一个画饼充饥，画一只鸡腿，好像你想象中我有鸡腿，但是事实上并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实的里面。圣经里面说要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说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它的原文是带领我们进入真实的里面。所以你的信心不是站在一个不真实的立场，而是要站在一个真实的立场。我们凭信心相信上帝帮助我们，但是不是那个虚无缥缈的信心，好像认为说我宣告几次就有了，不是。所以很多人讲说尽人事听天命，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的表现。信心不是代表说好像我相信上帝之后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并不是这样。我仍然照样过我每一天该过的，做我每一天该做的，仍然是每一天我应该要去上班，我就要上班；应该要去照顾家庭，我就要照顾家庭，而不是期待上帝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很大的礼物。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进入真实的里面。当我们尽人事的时候，上帝会在我们当中开一些路，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事情是为我们预备好的。有很多人以为说好像信心的这个结果是从天上好像马上就掉下来的，其实并不这样。上帝要我们凭信心是一步一步跟着上帝的脚踪来行。所以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他有一个试探就这样讲，他说如果你从殿顶上跳下来的话，这个如果没有死就是这个上帝保护你。所以这个圣经上说这个叫你的脚不会跌在石头上面，那个话是一个试探。其实真正的意思就是，不管你往哪个路上走，你行路的时候，你要相信上帝必然保护你，他保护你，让你不致跌倒，不致被路上的石头绊倒。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好像你用试探的方式去试探上帝。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不是去试探上帝，而是相信上帝在每一件事上都必保守我们。好，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有一个很精彩的地方，就是我们如果看今天的圣经的话，突然间出现一个撒玛利亚人，他们要领受圣灵的这样的一段话。为什么今天要特别讲圣灵？因为如果不是靠圣灵的帮助，我们很容易就会失去真正的目标，或是失去服事的动力，或是失去服事的能力。我们需要求圣灵来充满，以至于我们能够服事上帝。我们今天看的经文里面，在使徒行传的第8章，各位如果有去过成人主日学上周老师的这个成人主日学的查经的时候，我们曾经看过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人叫做司提反。司提反是第一个在耶路撒冷教会殉道的人。那他为什么会殉道？因为他在这个众人面前为主做见证。但是很多人可能不晓得，以为说司提反他只是一个教会的执事，只是一个教会的平信徒，但是他有什么样的能力？千万不要以为他是一个平凡人。其实教会里面要选执事都是很慎重的。好，我们请大家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6章的第5节。我们来看一下，最早教会里面选了7个执事，他们要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在他们的身上。使徒行传6章5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使徒行传6章5节，一起念来。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利、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
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有7个人，这7个人他们是教会的执事，但是这7个人他们是平信徒，可是他们有几个东西是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去看到的。如果各位再往前面圣经里面的前几节的话，你会看到他们选材的标准是，他们要有好名声，他们要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们要有这个信心，他们要能够有管理的能力去服侍众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里面要选一个执事，教会里面要选一个人出来服侍上帝，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上帝会呼召你，让你能够成为服侍众人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去工作的时候，如果我们的老板跟我们讲说，这个事情你能不能做，常常我们都会这样说，为了希望要得到这个工作，没问题的，我一定可以，我相信我可以能够胜任这个工作，请你给我一个机会。亲爱的弟兄姐妹，可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的时候，常常是不要选我，不要选我，不要找我，这个有事情跟谁可以去做，谁可以去做，不要找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对人的长官，我们都可以这么敬虔的，愿意去尝试，去试试看，去做一下，为什么不让你自己有机会，可以在教会里面试着去服事，好让人看到上帝透过你来祝福许多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当然这里不是只有讲服事，不是只有讲执事才叫服事，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在教会里面都是服事的角色。所以这些执事们，使徒就按手在他们的头上，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正式的被按立成为在教会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执事的角色。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我们会有一个立约礼拜，我们当中服事的同工会到台前来，或是会在他的位置上被这样的一个祝祷或是祝福之后，他们就能够开始去侍奉，去服事，表示他们得到了从上帝那里来的能力跟恩赐，以至于他们要去服侍众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服侍人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服侍人是很辛苦的，需要有从上帝那里来的能力跟智慧。所以使徒行传1章8节里面这样的提醒，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1章8节这样的提醒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使徒行传1章8节，一起念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为主做见证，需要有能力。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知道吗？从上帝来的。从谁来的？从圣灵来。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必得着那个能力，所以我们才能够去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主的见证。这里指的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跟撒玛利亚，是对当时的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说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耶路撒冷，有自己的犹太全地，有自己的撒玛利亚，所以甚至你有一个地极的地方是你可以去的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只有这些犹太基督徒他们领受这样的祝福，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上帝都给我们这样的使命。他说要被圣灵来充满，以至于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主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耶路撒冷在哪里？你的犹太全地在哪里？你的撒玛利亚在哪里？你的地极在什么地方？我相信很多人会能够了解跟知道有一些的含义在我们的当中。也许跟你最亲近的人，你的家人就是你的耶路撒冷，或许跟你的比较近一点的朋友就是你的犹太全地，再疏远一点的这些人可能就是撒玛利亚人，或许是你的客户，或许是你的员工，但是有更远的地方，或许就是你还没有接触过的你社区的朋友，或是这些还未信主的人。这些人都有可能是你的耶路撒冷，有可能是你的犹太全地，有可能是你的撒玛利亚，有可能是你的地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给我们力量，好让我们无论到哪里去，我们都能够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但是千万不要以为耶稣讲这个话是空的，因为当时的犹太基督徒他们以为说我们聚在这里甚好，所以他们都一直齐聚在这个耶路撒冷城，他们没有出去到
别的地方去布道，所以根本还没有去过到犹太全地，甚至撒玛利亚都还没去，地级也不用去想。所以他们那时候都一直想说，我们在教会里面聚集甚好，我们在这边大家分享食物，大家分享很快乐就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上帝会用一些方法，让你不得不去到你的犹太全地，去到你的撒玛利亚，去到你的地级的地方。这就是今天的要看到的经文里面的内容。好，各位看一下这个地图哈，这个地图里面有告诉我们撒玛利亚在什么地方，还有耶路撒冷在什么地方。耶路撒冷在比较下面的地方，各位可以看得到地图上面有这个名字，耶路撒冷在比较下面的地方，红色的字是撒玛利亚。好，各位，今天我们的主角叫做腓利，他在被逼迫的时候，不得已，一些基督徒被逼迫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被迫逃散到各个地方去，所以这个腓利他今天就逃到了这个撒玛利亚的地方去。各位，从南逃到北，他北漂上去，不是他自愿的，是不愿意的。看一下圣经里面谈到腓利这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通常我们都会称呼他这个名字叫做传福音的腓利。他除了是教会的执事，他又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他是7个执事当中的一个，他是一般的平信徒。他有4个女儿，会说预言，这个都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会看到腓利这个人。他有什么样的丰功伟业？其实他并没有什么样的比别人强的能力或是学历，并没有。但是他忠心的把自己摆上给上帝使用，无论今天上帝要放他在什么地方，他就在那里侍奉。所以当这些基督徒被逼迫的时候，他们从耶路撒冷逃到这个撒玛利亚，或是逃到其他地方去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把福音传到那个地方去。在腓利去撒玛利亚的事工完成之后，其实上帝还特别又再把他招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第8章的35节的时候，在今天我们看的经文里面的事工完成之后，上帝又再把腓利招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跟一个人接触，这个人就是埃提阿伯的太监。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8章的时候，腓利就从圣经里面开口对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来传讲福音。你可以想象一个事情是，如果有时候上帝给你在一些事工很顺利的时候，突然间要把你拉出来去到别的地方去，可能要去做你不熟悉或甚至是不清楚的事工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放下这些，顺服上帝的带领，并且让他能够带领你去接触那样的人？埃提阿伯的太监，他也许讲的是跟犹太人不一样的话语，但是上帝就透过腓利这个纯的犹太人要去接触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所以一下子上帝又把他拉到这个他的地级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台湾现在有很多的外籍的劳工，或是甚至有很多的外籍的帮佣。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讲说要去国外去宣教，或是做一些福音事工。可是你知道现在上帝很奇妙的是，把这些人带到我们当中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身边有这些的外佣，如果你的身边有这些外籍劳工，如果你的身边有这些的跟你不一样族群的人，上帝就把你放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去接触他们？所以你愿意去顺服上帝，去他要你去的地方吗？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有时候刚刚提到了，有时候是我们自愿的，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自己可能需要工作被提升，或者是有一些需要搬家，或是出去到别的地方去工作，所以有些东西是我们自愿的，但是也有些是不愿意的。但是无论我们自愿或不愿意，我们愿不愿意去顺服上帝差派我们到每一个他要我们去的地方？很多人只喜欢到某一些地方，而不想去某一些地方。牧师跟大家分享自己的服事的经历，因为我将近有18年的时间都是在布道所，在小教会。在布道所跟小教会，跟我们在大的堂会真的不一样。我最近常常跟我们的执事，还有跟我们的那个干事，常常讲一个事情。我说我们教会是富到流油了，知道吗？听过有人讲这个富有到油都流出来的那个状态。各位知道，像如果有机会到布道所去的话，布道所平均1年的
这个行政的工作费用，包括给牧师的谢礼，还有房租这些的事情，哈不啷当加起来，一年大概需要100万的经费，一年。可是你知道，有的堂会是一年它就可能有几百万的营收跟收入，可是有的堂会，当然我不是说批评这样的堂会不好，也许你要改善你的堂会，你要改善你的教会的这些的设备跟设施，你需要做这些的事情都是需要的。但是好不好，我们可以去思想一下，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可以节省的，而且是可以帮助到真正有需要的地方。也许我们的100万可以买一部汽车，可以换我们的冷气设备，可以换我们的一些的设施，但是你的100万也可以帮助一个教会活1年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我们愿不愿意去为主的缘故？那个节省不是我们要吝啬，而是我们能够节省下来的，是能够放在上帝的事工上面，让有需要的地方能够得到帮助。你愿意去顺服上帝的带领，带领你到这个地方，也许你不见得是你喜欢的或是想要的，但是你仍然能够进去到那个地方去服侍当地的人。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光能够看到上帝乐意人都能够得着这样的福音。好，所以腓利去到撒玛利亚的时候，他的事工非常的顺利。各位可以看到圣经里面提到，有很多人喜欢他的事工，甚至很多人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服事当中，腓利在那里的服事，很多人得益处，让很多人大大的欢喜。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8章7到8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念一下7到8节，一起念来。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亲爱的弟兄姐妹，腓利被迫逃命到撒玛利亚，但是他在那里的事工相当的兴旺。他不但可以在那里赶鬼，他可以在那里医病，他还可以在那里传道，以至于许多人因为他的缘故得帮助，甚至这个城里面因为他的缘故而大有欢喜。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城市、你所在的社区、你所在的家里面，有没有因为你的缘故而大有欢喜？还是因为你的缘故，大家觉得啊，有你也没差，啊，没你也不要紧，这样的一个情况？10年前，我们去到嘉东东港去八八水灾去救助当地的地方，我们曾经在当地问过一些当地的人，给一些问卷，说社区里面如果哪一个单位消失的话，可能你们不会觉得它有什么不对，或是没有什么违和感。你知道很多的人在写问卷的时候，他都写上什么？教会。社区里面有没有教会好像没有关系，社区里面好像有没有教会是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社区里面好像缺了这个礼拜堂，好像还是可以继续的运作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让这个城市大有欢喜，还是让人家觉得我们跟盲肠一样，有或没有好像都没有什么差？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今年我们的教会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有行动有爱的教会。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城市就是我们宣教的地区，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区，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服侍的地方。你不一定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侍奉，但是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因为教会的存在而让高雄市大大的欢喜。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教会成为在这个社区是有用的，而不是一个好像有也没有关系，没有好像也没什么差的地方。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上帝在借着我们在工作在高雄这个地方，当然尽力做好我们该做的，其他的交在上帝的手中，不一定要给自己很大的压力，说牧师今天这样讲，所以我们就要去做一个什么样的大事工，不一定哈。我们需要的做的事情就是尽力把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每一天我们该服侍的去服侍。如果你今天在职场，你就在你的职场上尽力的去侍奉，其他的就交在上帝的手中。所以腓利他在那样的一个服事的当中，他影响了许多人，以至于许多人都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使徒行传8章12节，这里提到，及至他们信了腓利所传的上帝的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都受了洗。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平信徒可以在撒玛利亚的地方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力，
他是一个，也许是一个在教会里面只是一个执事，只是一个小同工，但是他却可以在那个城市里面带来极大的影响力。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上帝召选你到某一个地方去的时候，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就在那里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有许多人会因为我们的缘故而得帮助，或许有人会因为我们的缘故而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千万不要放弃。有些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传福音很辛苦，带人信主很困难，但是时候到了，上帝要让我们看到收割的喜悦。所以唯有经过试验的爱心才是真正的爱心，经过试验的工作才是真的工作。基督徒不是只有在嘴巴里面说我们有信心有爱心，而是当我们真正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去看到我们的爱心跟信心是不是真实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服事的时候，不是只有一股热情，也要能够学习有冷静的头脑。所以14节的时候，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上帝的道，就打发彼得跟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上帝透过腓利的工作，让他在那里的工作非常的侍奉，非常的成功，所以特别又从耶路撒冷差了彼得跟约翰这2个使徒，让他们去确认跟认识在撒玛利亚人他们身上所做的工是这样的真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教会里面的事工，我们不是只有做一个表面性的工作，我们期待做的是一个真实的事工，对人有益处有帮助的工作。所以这2个人他们到撒玛利亚的地方去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为他们祷告，圣灵就降临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撒玛利亚人他们受洗信主了，但是圣灵还没有，暂时没有在他们身上。为什么要等这一段的时间？其实是有用意的。如果各位看圣经里面，撒玛利亚人他们领受圣灵是在受洗之后，有些人信主之后没有马上领受圣灵，但是上帝透过使徒彼得跟约翰他们去到撒玛利亚，在那里为这些人祷告之后，他们就领受了圣灵。当然当时的人领受圣灵的认知就是他们要会讲方言，或是会说预言，或者甚至是会有一些神迹奇事在他们的当中，他们认为这样才是叫做圣灵的充满。但是事实上真正圣灵的充满是更深入的，你的生命能够被神来改变，能够完全按照上帝的计划，按照上帝的安排，按照上帝的工作来侍奉来行动，这个都是圣灵充满的一个现象跟工作。所以不一定会讲方言，会讲预言，但是你能够有生命的改变，那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各位如果看同样这段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西门，这个人他是一个在当时影响力很大的，在他们城市里面，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他有点像鸡童的角色。在腓利还没有去服事的时候，很多人都相信这个西门，说他是有神迹奇事的。但是后来连这个西门他都信耶稣了。到后来西门信耶稣的时候，他还告诉这个使徒说，请你们给我这个能力，我用钱来买你们的能力。但是彼得很生气的跟他讲说，你跟你的钱一起灭亡，因为你以为圣灵是可以用钱买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圣灵就差在这个地方。圣灵充满的人知道这是上帝的工作，但是如果你是用钱买的，这就是人为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用人为的工作去取代上帝的工作，要让上帝亲自来动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愿意为了信耶稣的缘故，完全顺服在上帝的旨意下？还是我有钱再去做这个事情，没有钱我就不愿意去服侍跟侍奉？金钱不是衡量我们服侍上帝的一个标准或是一个关键。当然服侍上帝也许也是要有很多的经费的支持，没有钱一样可以服侍上帝。使徒行传里面，彼得曾经让一个瘸腿的人站起来，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是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教会有钱了，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叫一个瘸子从地上起来行走？愿上帝帮助我们，有钱不是关键，真正的是我们是不是相信圣灵与我们同在的这样的同工的能力。圣灵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为他来做见证。所以信主之后，我们需要思考几个问题。
受洗之后，你遇见耶稣没有？你有没有跟耶稣建立好的关系？你有没有真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圣灵充满不是让我们好像拥有能力去可以除了服侍，好像让我们可以夸口自己做些什么。更重要的事情是圣灵充满，让我们更多的与耶稣建立好的关系，更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如果你的圣灵充满没有让你更爱主，那么或许这不一定是真的圣灵充满。上帝帮助我们，圣灵充满应当是让我们与耶稣更加的亲密跟美好的。所以17节，使徒就按手在他们头上，让他们受了圣灵。所以圣灵的工作让这一群人，他们就跟耶路撒冷的教会一样，撒玛利亚人他们过去是被犹太人歧视的，很多人认为他们不应该领受圣灵，他们不应该信主，因为只有犹太人才是上帝的选民。但是上帝透过彼得跟约翰的事工，让这些的撒玛利亚人他们领受圣灵，以至于撒玛利亚的教会他们看到原来撒玛利亚人他们也可以能够跟犹太人一样，同样信耶稣，同样领受圣灵。所以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他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圣经里面很美的地方。不管你今天是犹太人，不管你今天是希腊人，或是你今天是撒玛利亚人，我们都从一个圣灵受洗，都成了一个身体，都隐于一位圣灵。所以上帝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再分族群，不再分你是什么样的族群，我是什么样的族群。教会里面的合一就是圣灵的工作。愿上帝帮助我们，如果圣灵在你的里面，那么你看到的不是这是别的族群，或是这是我的族群，你看到的应该是教会里面是合一的。就像我们今天在台语堂跟国语堂一起的聚会一样，也许我们用的语言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在同一位圣灵的里面，我们就是一个身体，我们就是同一个教会。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教会是一个身体，是一个合一的身体。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所以我们期待求上帝帮助我们，在今年让我们更多经历圣灵的工作。不一定要讲方言，要讲预言，但是你可以求圣灵帮助你，让你在软弱的地方可以刚强起来，让你在需要的地方可以得着能力。好，所以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有几个给我们的提醒。第一个，圣灵充满是持续的，不是一时的，所以不是只有求一时的这样的一个外显的现象，而是要不断的求圣灵跟我们同在。所以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17节，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17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节的圣经，一起念来。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他是真理的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入真实的里面。所以以弗所书说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那个要是命令，上帝命令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要常常在圣灵的里面。所以今年你可以有一个祷告，求圣灵来充满你，每一天来充满，时时的充满，好让你能够服事得力，被圣灵来管理。第二个，圣灵给我们充满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的现象会出现？不一定要求方言、求预言，或是求一些外显的现象，有一些东西是圣灵在我们当中的一些表征。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3章17节，我们来念一下雅各书3章17节，一起念来。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那就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这是属天的智慧。如果教会里面有嫉妒纷争，教会里面有这些毁谤跟各样的坏事，那就是地上的智慧。上帝要给我们的是属天的智慧，是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是满有怜悯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教会里面充满的是这样的一个氛围，而不是一个彼此争竞或是比较嫉妒的这样的状态。所以圣灵说话是叫我们用属灵的话讲解属灵的事，好得着智慧。这个智慧是从上帝那里
来的，所以求上帝给我们有和平、温良、柔顺，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在我们的当中。彼得前书1章12节说：只有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上帝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属灵的事，我们要求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才能够看透、了解属灵的事情。第三个，我们来看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圣灵使我们活出上帝儿女的样式。所以你期待活出基督徒的样式，有基督徒的生命，活出神生命的品格的话，那么我们要让圣灵工作在我们的当中。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如果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这是加拉太书第5章的地方16节的地方给我们的提醒，让我们今年能够学习按照圣灵的工作行事，能够顺着圣灵的带领，走在圣灵的里面，体贴圣灵而不是体贴肉体。愿我们让圣灵来引导我们的脚步。很多在传统教会里面提到圣灵都跟洪水猛兽一样，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荣光堂从今年开始，我们不要怕讲圣灵，但是我们讲的圣灵的充满跟很多地方教会、很多属灵恩的教会不太一样。我们期待和平、温良、柔顺更多在教会的当中。预备好你的心，让圣灵来感动你。也许有的人圣灵充满的时候有很大的悸动，有很多人圣灵充满的时候是平静安稳的。不管圣灵充满你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样式，都求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领受他所给我们的属天的祝福。上帝透过圣灵要给我们属天的祝福，从亘古之前他就预备给我们了。所以上个礼拜提到，上帝给我们的是这个叫做预先的恩典，也给我们称义的恩典，也给我们成圣的恩典。愿上帝给我们圣灵的充满，好让我们看到上帝预备给我们的是属天的美好，每天要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学习领受圣灵。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你那里得着的圣灵，不是世人所看的表征，而是让我们里面有和平、温良、柔顺，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谢谢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进入真理的里面，真理也在我们的里面。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我们要举行今年度的立约受职礼，我们将时间交给蔡牧师，由蔡牧师来主礼。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很高兴要来让各位来见证跟看到我们的执事的就职。刚刚提到了选执事的就职不是随便选的，他们是要被圣灵充满，然后能够有好名声，然后愿意能够去服侍人，能够被圣灵来管理，做管理的事情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就要为我们的执事们来做这样的一个立约。卫理公会每一年的第一个礼拜天都是要做立约礼拜，意思就是我们重新再跟上帝有一个美好的立约。当然很多人会说，这个用这个哥林多的书信里面所提到的，说这个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求上帝帮助，那个不是只有为了错误的事情或是悔恨的事情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包括即使我们做得很好，也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有人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也许我们过去的服事都很棒很好，但是让我们重新开始，重新在上帝的面前立约，重新再一次的学习怎么样谦卑的去侍奉上帝。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来为这几位的执事来做这样的一个就职的立约。那我要请我们当中的执事们请到台前来好吗？我们也让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来认识我们的执事。我们今年有8位执事让大家能够来认识。咱今年有8位的执事，
有几个是伫咱台语堂有服侍的，所以今天为什么特别希望台语堂的弟兄姐妹也可以来？因为让我们知道台语堂不孤单，台语堂也有执事在我们当中，但是他可能是在我们中间跟其他弟兄姐妹一样，只是他们没有特别显明他们是执事，但是他们做的工作也都是相当多的，所以我们求上帝来帮助，让我们的执事们他们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被提名跟纪念。好，我们第一位黄介良弟兄是我们的牧官执事他是负责跟牧师跟执事们之间的沟通的桥梁，所以他是我们当中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执事，他的工作相当的重要，要串联牧师跟执事之间的侍奉那第二位，我们的萧天一执事，也是我们今年的执事会主席。那他的服事是在我们的会友关怀的部分，所以有一些需要关心的弟兄姐妹，他也都是我们需要去关心的对象。所以他去年还没上任之前，就已经跟牧师一起跑去探访，做一些探访事工了所以我们也为我们的这个关怀事工祷告，求上帝帮助，让我们的关怀的服事能够做得更好。好，那第三位大家应该最认识，常常在我们当中跑东跑西的，然后所有的设备都一定要找他的，这个是我们的产业执事林文渠林执事好，那中间这一位是叫做石瑶珍执事他是我们的财务执事，是我们的管家，是我们的这个金钱的管家所以我们能够维持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经费跟运作，也都是需要有很好的管理者，所以教会的执事都需要有这样治理事情的能力来治理教会的许多的事工。好，然后接下来是李淑仪执事李淑仪执事是我们的这个家庭事工的这个基督化家庭的部门，所以有关家庭事工的部分，有关小组的事工，都是我们的基督化家庭的执事来负责的所以小组长，你的长官就在这里所以请要记得跟你的长官多多接触一下，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可以帮助我们的小组。然后我们的教育部长，今年就是我们的红玲姐妹她是我们今年的教育部长，所以有关教育的工作都在我们的红玲执事的身上。好，然后最后一位是我们最年轻的这个荣哲执事，负责我们的崇拜的事工的进行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就为他们来做这样的一个就职的这样的一个预备跟祷告。好，请你们转过来放一下。好，各位，我们手上的这一张单子，不是只是一张纸而已，它其实是我们的立约的宣告，所以也要请弟兄姐妹在这边，也要跟我们的这些执事们一起来这样的誓约跟立约，不是只有他们誓约，请弟兄姐妹也要监督他们，让他们能够做他们应当做的事情好，我们一起来先来念这个宣召我们的执事同工们，今天我们奉主的名来任我们的新任的执事，在各个部门当中举行就职的典礼。上帝所拣选的必赐福使用，使他们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对本堂的圣工有许多的贡献。我现在宣读我们今年的执事。好，我们要来宣读今年的执事好，我们的受托财务是石瑶珍执事，还有我们的基督教教育是我们的红玲执事我们的会友与布道是我们的这个天一兄，还有我们的产业是文曲兄，还有我们的基督化家庭是我们的淑仪姐妹，然后牧职是介良兄，还有我们的崇拜是我们的荣哲弟兄，那我们的联谊会的代表是我们的招怡兰姐妹那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个就职的祷文，我们一起来念就职祷文，请我们的执事们一起来念就职祷文，一起念来。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天父上帝，今天你卑微的仆人们一起站立在你面前，我们靠赖主的恩典，蒙你拣选，被你使用。我们自己深感不配，唯求主怜悯洁净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合乎主用。
又求后世智慧与聪明，使我们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在凡事上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以忠心的好管家，在神家境中，凡事讨你的喜悦。这都是靠我的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这是他们的立愿的祷词，但是我们还是要问问他们的意愿啊。各位亲爱的同工们，你们既被蒙拣选，在本教会圣工上尽你执事的本分，现在我就要在上帝的面前，也在会众面前问你们几个问题，请你们以庄重虔诚的心来回答我。你们是否愿意把自己的聪明、智慧、才华、时间，以致金钱都重新奉献给上帝，分别为圣，由主管理，归主所用，做他忠心的好管家？好，各位，我们都有听到我们的执事们这样的立约。好，但是还没完哦。你们是否愿意在生活上敬虔度日，并言语、行为、爱心、信心与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们是否愿意在信仰上尊基督为主，在心智上做众人的仆人，殷勤而又谦卑，辛劳但又满有喜乐，在神家尽中侍奉，同心合意兴旺主的福音？各位，我们都有听到我们的执事们这样的立约，我们就一起来为他们做这样的一个立约的祝福祷告。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每一天为我们的执事们祷告的，也请你从位置上站立起来，让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执事们祷告。愿上帝赐你们出入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使你们永远幸福，敬爱上帝和他的圣子，我主耶稣基督。又愿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常与你们同在。阿们。好，请我们的执事们向后转看一下我们每一天我们的同工们、我们的弟兄姐妹都为你们祷告好，让我们能够来拍手来接纳我们的所有的执事，他们在我们当中的侍奉跟服事。好，弟兄姐妹请坐。好，同工们可以请回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几个单位要来做这样的立约。我们还有一个单位，就是我们的这个在教育部门里面的我们的儿童主日学的老师，还有成人主日学的老师，都是我们直接在教导的老师，他们都要教我们的孩子们，也要教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我要请我们当中的主日学老师们能够先来到台前来我们的成人主日学或儿主的老师都请到台前来好吗？儿主老师还有我们的成人主日学的老师，请到台前没关系。好，各位，这几位是我们的成人主日学跟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我们的孩子或是年轻人可能都在我们当中来做这样的一个接受教育跟教导的工作。那我的右手边这几位是我们的成人主日学的老师。那千万不要觉得我们的老师只是安亲的作用。很多人说，我们这把小朋友丢到这个儿主，然后我们大人在这边做礼拜，不是只有这样。我们的小朋友的信仰教育、宗教教育，从小就是由这些老师们来负责。所以，请每天为我们的这些老师们祷告，让他们忠心的侍奉跟摆上。那我右手边，我们这两位是我们的成人主日学的固定的导师。那他们也是常常在成人主日学上有授课。那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
领受过他们的教导跟教训，所以求上帝帮助，让我们的这些的老师们他们的教导都能够使人得帮助。好，那请我们的老师们就转回来啊，我们要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立约祷告。好，请发一下，不够的话2个人看一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一一唱名了啊。那我们就一起来为我们的这些的成人主日学跟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们，我们为他们来祷告。好，请听这里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站在上帝的面前，要来答应他的选召，担任教会的主日学老师的教导工作。我们愿将自己虔诚的心奉献给上帝，从事主日学事工，不管是儿童主日学或成人主日学，求上帝帮助，让我们用热忱能够来支持这样的事工，并且我们要常常来为我们的这些孩子们祷告，也请弟兄姐妹来为我们的老师们祷告，求上帝感动他们，使他们诚心奉献自己，以喜乐和感恩的心谆教导儿童走当行的道路，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也走在信仰的路上，归荣耀与上帝的圣名。好，牧师就不一一唱名了，那我们就请我们的教职员跟牧师一起来祷告。那也请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为我们的主日学老师每一天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请我们就从位置上站立起来，让我们就一起同声来为我们的主日学老师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祷词，我们一起念来。永生的天父上帝，你呼召我们侍奉你，也应许给我们恩惠和力量，使我们能成全你的旨意。求你在我们奉献自己做主日学工作的时候，看顾我们，使我们更明白和更羡慕你的真道，以致促进你天国的事工，归荣耀于你的圣名。这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好，我们的老师们请向后转啊，看一下，每一天我们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都要为你们祷告啊。好，那我们就拍手来祝福我们的老师们，他们的服事事工都能够一切顺利啊。好，弟兄姐妹请坐，这个请收回给我们的诗班。这个避免浪费，所以我们一张多用。我们的诗班员也请给我们的诗班员啊。好，各位，我们最后一个团体就是我们的诗班了。我们每一次在服事的时候，我们的诗班员都在做礼拜的当中唱出美好的诗歌来敬拜上帝，带领我们能够来进入崇拜。所以为什么特别要放在最后的时间？因为我们是一体的，崇拜不是只有我们的诗班员的事情，也是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事情。所以要请我们的诗班员就从你的位置上站立起来，好吗？好，我们的指挥跟我们的班员一起哈。好，各位，我们现在身穿白衣的这一群人，他们就是我们的诗班员，然后我们的指挥就是我们的如君姐妹哈，如君姐妹跟大家看一下。好，我们的如君姐妹，对，每个礼拜都要服侍，每一个礼拜他们都要加紧的练习啊，所以他们的服侍是很辛苦的。那除了我们的这些诗班员穿白衣的诗班员以外，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批白发的这些的弟兄们哈，我们的白发王子团也请你们到这边来好吗？白发王子团，对，我们的不要小看他们。年近70都还可以弹吉他啊，所以年轻人不要觉得自己不可能的啊。好，那我们要请我们的这个白发王子团跟我们的白衣团啊，我们的诗班员，我们要一起来这个应答这样的一个内容。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赞美感谢上帝，为我们中间有人献上自己做诗班的一员，诗班的责任乃是在人间美好的声音。欢喜赞美上帝，也领导会众
唱诗赞美上帝，所以你们要领导弟兄姐妹唱诗啊。现在我们的诗班员还有我们的这个音乐服饰的同工都站立在各位的面前，我们要以感谢快乐的心来欢迎他们，也要为他们举行一个隆重的受职礼。好，那请各位来回答我的问题啊。你愿意成为本诗班的一员吗？我愿意。你愿意遵守诗班的规则，殷勤练习，谦卑侍奉，热情唱诗，赞美上帝吗？我愿意。你愿意在上帝的圣殿中尽侍奉的本分，同时也寻求灵性的长进，使你能更好的服侍上帝吗？你愿意生活圣洁，竭力追求完全，使你的一言一行都与圣诗班员的身份相称吗？好，那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听到我们的诗班员他们这样的一个宣布，那么我们就一起来为他们祷告。也请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为我们的诗班时常来祷告的，也请你从你的位置上站立起来，让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诗班员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接纳我们这一群诗班员，还有我们的音乐侍奉的这些同工，他们的服侍，以他们的歌唱为荣，以他们的侍奉为荣，并深信你让他们口中所唱的，也让他们心中所想的，他们所行的，都能够按照上帝的旨意而行，使他们的生活能够行在上帝的旨意里面。求天父上帝来施恩给我们的这些的音乐服侍者、诗班员，使我们能够在今生跟来生歌颂他、荣耀他、赞美他，这是靠我们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愿主赐福给你们，保护你们。愿主用他的脸光照你们，赐恩给你们。愿主向你们扬脸，愿你们平安。阿们。好，请我们的诗班员向后转啊。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要为你们祷告。好，我们转回来哈，谢谢。好，那请坐，弟兄姐妹请坐。立约是一个重要的时刻，表示我们要重新在上帝跟人的面前这样的一个立志，所以不是只有他们在立约，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要这样的一个监督跟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服事上能够蒙恩。那最后我们要颁另外一个证书哈，我们有一群人，他们从去年的2月一直到上个礼拜1月5号的时候完成了学业，历经9个月的时间，但是中间有空了2个月的时间，因为疫情的影响，但是他们9个月认真的来研读圣经，做主的门徒。这一批人，他们是我们今天要见证跟结业的红本门徒的学员。那我们邀请我们的红本门徒的学员到台前来，好吗？好，各位，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过这本东西了，这是卫理公会的宝贝。红本门徒是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在愿意接受这样的教导跟带领下，为期9个月的时间，然后让他们能够在这边来学习跟读这本的红本门徒。其实也是1年的时间，从创世纪一直念到启示录，甚至一直到服事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学习，都在这个当中。我们有几位的我们的当中的学生学员哈，那其实还有我们的老师们，请我们的老师们也到台前来好吗？我们的林老师还有邵文兄哈，我们的助理导师是我们的2位教会里面的同工，是我们的林老师，我们的义务传道，还有我们的邵文同工他是我们的这个助理导师。那这几位他们都在跟我们一起，在9个月的时间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内容，这样的一个学习，所以很不容易。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位这个来了半年的插班生，我们的这个迪华姐妹请迪华姐妹到台前来好吗？对，好，要让大家看一下。好，那特别为什么要把迪华给拉出来？其实他早就已经结业了，但是他结业之后，他再回国，再回来上这个红本门徒
回来跟他们上了6个月的时间。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我已经上完红本了，我可以不用再学了。没有，你还是可以继续的学习啊。所以我们有几位的红本的学员，我们要为他们来受证。那我们的来好姐妹，来举个手给大家看一下啊，来好姐妹啊，好，然后慈美姐啊，还有季庆姐妹，好，这个都很不容易哈。还有我们家的师母哈，玉华师母，也要熬9个月不容易。我们的鼎哥，赵鼎兄，好，我们的中间的就是德宏弟兄哈，好，还有我们的文曲兄。教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担任执事一定要上红本哈，所以我们的文曲兄真的认真来上课，上了9个月的时间。要跟大家做一个见证，其实文曲兄本来都是比较内敛跟害羞的，但是因为上了9个月之后，他很会表达他的想法跟意见啊，所以表示他有这些的进步跟成长，这是好的。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要继续的来为我们的红本学员来祷告，求上帝来帮助他们啊。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为我们的红本的学员来祷告，求上帝帮助他们学习之后，他们继续被上帝来使用。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我们红本的这些的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献上祷告，让他们的学习不单是圣经的学习，也是生命的学习，让他们走在你信仰的道路上，他们能够尽忠职守，能够做主的门徒，研读圣经，并且能够来照着主的话去行。谢谢主恩待我们这一群毕业生，让他们在这一年的毕业也带给我们的教会有美好的影响，让许多人因他们得帮助。谢谢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要请那个转过来哈，请我们的学生能够转过来这边。好，各位，我们的结业证书是不简单的啊，这是总会发的结业证书，虽然小小一张，但是上面有写他们的名字跟什么时候去完成的，上面还有一颗小小的勋章，表示他们是真的有受过训练的啊。各位知道那个蛙人在受训完之后，他们要经过天堂路，完了之后会在他们的胸口上面扎上勋章，而且是直接插在肉里面。但是不用担心，我们今天没有插在他们肉上面啊，我们很保护他们的。好，所以我们的这个证书上面都有一个勋章，表示他们完成了课程。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为他们来授这个证书哈。好，那就一个一个来哈。好，我们的来好姐妹。好，慈美。好，第3个来，这个要一个一个来啊。好，季庆，庆姐。庆姐很用心，她每一天都写作业，她说她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过哈。好，然后我们的玉华师母哈。好，我们的赵鼎兄，鼎哥。好，然后我们的德宏兄。好，最后是文曲弟兄哈。好，谢谢。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要来为我们的红本门徒的学员祷告，让他们能够每一天走在上帝话语里面，不是只有现在读神的话，每一天都要持续读神的话。那我们也谢谢我们的迪华哈，陪伴我们的学弟学妹们一起完成功课。好，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红本门徒学员，我们来拍手接纳他们已经被我们的受证跟的完成。谢谢，好，师们。好，谢谢，那请回座，谢谢。我们现在来唱回应诗歌《恩与大驾》，我们唱全首。
那总共有4节，我们第1节和第4节齐唱。那第2节姐妹唱，第3节弟兄唱。副歌的时候我们一起唱。请丝线的同工到台前来，我们将要收纳基督徒的奉献。万物都是从主而来，我们把从主而来的献给主。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让阿头来祈祷。赏赐丰富的主，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尽我们的心思力量奉献金钱，愿教会用于各样事工及宣扬福音，使之用得合宜，荣耀你的圣尊名，让众人得着益处，复兴我们的教会。我们也愿意奉献我们的时间、恩赐、才能与生命，使教会丰盈富足，各按其职，成全圣徒。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的，阿们。姐妹请起立，我们唱向主献成歌。
在我们唱《我们是一家人》之前呢，我想先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和新朋友。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昨天早上呢，已经在这边为郝牧师做了追思的礼拜。那我们现在要欢迎郝牧师的家人，郝信丽姐妹郝信英姐妹，还有跟你们的全部的家人，他们要来这边跟弟兄姐妹致意，我们请。我们待会儿呢，请坐。我们待会儿唱这个《我们是一家人》的时候，大家可以去跟他们致意一下。那另外呢，今天有一位新的朋友叫江彩玲，在座吗？你起立，让我们看一下。来，请坐。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希望你会喜欢我们这个家庭。他是。我们吴老师的声乐的学生，他现在就读是高师大的药学系吗？不是你。高一高一大，她是药学系非常杰出的姐妹啊。我们待会儿呢也可以跟她握手问安，好不好啊？那我们现在唱《我们是一家人》。我快速的报告一下今天的报告事项。今天是显现节后的第一个主日，欢迎实体线上的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给你，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那依照卫福部的2级防疫规定呢，教堂聚会跟礼拜呢，我们应该要全程的佩戴口罩。按照教会年历，2022年叫做路加年，今年的年度主题是为爱走出去，请为本堂能够成为爱行动的教会来祷告。本周五上午10点，在台南卫理堂要举行南区姐妹会的座谈会，由我们的师母和慈美姐妹一同前往，我们要为他们的出入平安来祷告。那本周六1月15号是本周哦，不要忘记1月15号早上10点，我们有蔡依文牧师和路德师母啊，他们的次公子，嘉恩弟兄要在本堂举行
结婚典礼，很久没有结婚典礼在我们教会举行了，我们恭喜2位。谢谢。我们非常感谢他们一家人在我们教会的付出啊。那早上10点不要迟到哦。早上10点。那我们诗班今天下午2点会为他们练习这个祝歌。如果你想要一起来的话呢，我们也非常欢迎你。下午2点，我们将会在下面的副堂练习。那主后的11点半在5楼要召开儿主教师会议，12点半在6楼活动室要召开1月份的执事会，请大家能够参加。还有就是马祖探宣队他们的报名已经截止了，今天11点半在201教室有进度的说明会，请报名的会友能够准时参加。然后我这边也要补充一点，就是我们的圣乐欣赏及诗歌的教唱呢，这个班级，因为我们的器材已经都搬到3楼来，所以我们今天呢，在一样的就是在3楼这边，待会会后的时候我们要立刻上课，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比较晚一点。同时我要跟大家就是我自己教这个班啦，所以我要广告一下，就是我遇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温柔又坚持的同工，就是萧天一执事。好，那自从跟他合作以后呢，他不停止了。你们知道其他班已经停课了嘛，对不对？要到下学期了。我们班不停止我们每个礼拜都进行，所以呢，不要再问有没有课，有的除了过年以外，那我们每个礼拜呢，就是做完礼拜以后，我们就会我们城主的这个班会继续的进行那请大家呢，有兴趣，你想要知道这些诗歌的背景，还有就是你想要学唱这些诗歌的话那么就欢迎你能够留步继续参加。好，我们今天呢是在3楼举行。我们的6楼规划呢已经完成了，那个应该是完工我们的工程都已经完工了。谢谢大家的奉献支持，到上周为止呢，已经奉献了32万多，还不足27万多，请大家继续能够为此祷告跟奉献。那教会2022年的哀读经计划呢是进度都在上面那大家可以参加每日研经会有灵修，这个要报名吧？需要报名的话，我们向淑一执事来报名。卫理神学研究院呢，它在我们教会的新约概论已经上完了，接下去呢是要开神学导论的课程，请为了这个课程的祷告，也欢迎更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报名参加。那授课的老师呢是刘清前牧师那大家都非常喜欢他的，他这门课也是非常有口碑的，所以请我们大家能够踊跃来报名。那也为我们教会聚会增长到210人来祷告，比去年只加了10个人。牧师点头，那我没有讲错好，那我们110年度就是去年度的奉献收据呢，已经都放在我们编号我们自己的那个奉献袋里面，在教堂的那个外面接待室那里我本人我已经拿了，那弟兄姐妹待会去看一下，你检查一下上面有没有错漏的地方，有的话请跟我们的教会同工或者是我们的财务执事姚真执事再去跟他确认一次。那如果没有错误的话，你要在上面签名，再交回办公室好的，那现在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唱3-1颂。牧师来祝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圣灵充满我们，好让我们弟兄姐妹在各个地方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弟兄姐妹，请坐。在订阅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跟教会事工来代祷。有病痛忧伤的弟兄姐妹，请我们退场之后呢，你可以到接待室，我们的牧师会替你祷告。那在这个本堂这个地方，我们继续的成人主日学。